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上帝阁带领咱经过一礼拜，咱伫一礼拜内面继续来享受神的恩典，伊的带领，伊的供给，伊的安慰，伊的同在，感谢伊。对2-3年前开始这个疫情的时阵，咱拢拄着这惊吓不安对前途渺茫，真侪人心理上、精神上都真大的冲击，因为有的家庭当中人毋好，有的离开世间，有的工作失去，有的生理减去真侪，可能有的人的生理无去，或者是伊的工作失去，全个一切拢伫过去这3年来拢经过了。咱感谢主，最近这日子，咱看起这疫情有所缓慢真侪人较大胆出去做工，去消遣，去佚佗去旅游，甲厝内的人相合出去食饭，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盼望即款的情形继续落去，让咱过正常的生活。伫咱平顺的日子，咱感恩；咱伫不平顺的日子，咱仍然需要感恩，求上帝互咱力量，互咱盼望，甲咱同在，咱感谢伊。所以兄弟姊妹，咱信主的人实在有福气了，因为咱的困难毋是永远伫即个所在，毋是永远伫困难当中，才将要过去。因为上帝为咱备办的将来天国的国度呢，是真平安无战事，无目屎无歹的代志，无病痛，一切歹的代志拢要过去了。身体的软弱也诚侪健康，所以不如意的代志无阁发生了。很感谢主，为咱备办这个荣耀有盼望的国度。所以咱现在伫这个世上只占只欠的苦楚，为着要成就将来荣耀无比的迄个将来新的国度，咱有法住伫遐永永远远。所以咱暂时的痛苦，咱藉着祈祷，藉着神的同在的安慰，使咱力量，咱仍然有法通经历加侪的代志。因为咱的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如何。神的恩典是够额咱用的，是超乎咱所想所求的。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伫疫情当中，阮体验到你的同在，体验到你的安慰，甲你生死的力量。上帝，你甲阮讲，耶和华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既然是安尼，阮还阁惊啥物呢？所以阮通放心来过水面的道路。求主互阮继续将神的话语来藏牢伫阮的心中。当阮伫患难的时节，求你的话语来出现伫阮的心内，通阮看清楚上帝你的同在，上帝恩典丰丰富富教育阮用，并且来引带阮行水面的道路。主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求圣灵来工作充满，叫讲的人甲听的人同得到益处。主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有海声从心轮芒中传来，速发光，速发光。
许多灵魂需要拯救脱苦海，速发光，速发光，速发光，速发福音真光，亮着光，普照四方，速发光，速发福音真光，亮着光，永远照亮。我们今天听到那基顿呼声，速发光，速发光，十字架前，快来将自己献上，速发光，速发光，速发光，速发福音真光，亮着光，普照四方，速发光，速发福音真光，亮着光，永远照亮。当祈求主施救恩早日传遍，速发光，速发光，基督完美品格使人看见，速发光，速发光，速发光，速发福音真光，亮着光，普照四方，速发光，速发福音真光，亮着光，永远照亮。不可厌倦，耐心工作要勤勉，速发光，速发光，手举珍宝来向前天上永远，速发光，速发光，速发光，速发福音真光，亮着光，普照四方，速发光，速发福音真光，亮着光，永远照亮。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啊，就是福音继续的扩展。咱知影，伫耶路撒冷最初的教会，第一个教会，圣灵降临的时阵啊，所以使徒就得到能力来讲道啊，行出神力奇事啊，借着神力奇事啊，来印证因的信息是大有能力的，主是甲因同在。那么，伫这个耶路撒冷福音真大爆炸的时阵啊，咱来看见魔鬼也伫遐咧工作，借着人的逼迫甲苦难来逼迫在信徒，伊的意思是要毁坏，是要来摧毁，是要来分散，是要来破坏内面内在教会内在的和谐，但是神的保守，神的同在，所以福音就可能继续来扩展落去。咱知影，主的意思是啥物呢？就是所以门徒啊，得到圣灵的充满，因就得到了力量，并且是对耶路撒冷开始啊，一直来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就是上帝传福音的策略。咱感谢主。当时啊，虽然拄着困难、拄着难阻、拄着逼迫呢，但是借着这困难啊，来将福音向外推广出去啊。所以咱今仔日的信息啊，就是要讲到福音要怎样对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向外扩展的过程。头一点啊，咱先要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头一间教会受到大逼迫，门徒
就四处分散。但是去分散，毋是导咱，是要去传福音、传道。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到第4节是安尼讲：对即日起，什么到了即日呢？就是司提反被杀殉难迄个日子起啊，耶路撒冷教会就大受逼迫。什么叫做逼迫呢？就互人骗，互人压迫，甲伊威胁因着停止，若无要将因掠去关，还是掠去抬，还是用什么手段来陷害，教会就大受逼迫。除了使徒以外，即搭讲到除了使徒以外，因无分散，但是门徒拢分散伫犹太甲撒玛利亚逐个所在。第2节，有虔诚的人将司提反埋葬了，为因对行大口一场，因为在看到在听主的人拄着害伤心。第3节，有一个人叫做扫罗，后来改名叫做保罗，却是残害教会。伊残害教会了后，并且进入逐个人的家庭将男女拖出来，甲伊掠入去，送入去家内面。第4节，凡分散的人就到各地去传福音咯，真奇妙。咱知影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分散的原因咱开始看到这个主耶稣伫升天以前，将这个大使命来互因知影，来互因颁发的这个大使命，是恁着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恁着去做啥物互真侪人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要怎做门徒呢？就是着传福音。无传福音，要怎样听着福音？要怎样得救？要怎样成做神的儿女呢？要成做主耶稣的门徒呢？所以恁着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第1使徒行传第8节，第1章的第8节讲，主耶稣就向在使徒甲当时的信徒讲但圣灵降临伫恁的心中，恁就要得到能力，并且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伫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是主耶稣上帝的旨意，叫因着去，互真侪人做门徒，而且是对耶路撒冷开始向我传播，直到地极。神互这个耶路撒冷的信徒分散的时节若也阁无够教会若想要离开，都感觉困难。神的时间未到，因想要分散也是分散真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对世界各国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跩朝圣就是来敬拜、来守节的人每年来到耶路撒冷真多所以犹太人就不断的来到耶路撒冷，进入到这个耶城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犹太人
所以使徒甲当时的门徒啊，每一日拢伫圣殿内响应传福音，有真好的效果啊！有3000个，有5000个，有成万个，不断的增加，那么跩信主的人啊，比分散的人佫较多啊！踮伫即个圣城内面，佫较多。那么跩使徒甲门徒啊，跩使徒就是12个使徒，甲伊跩初信主的人啊，着应付耶路撒冷教会遮侪人啊，成万人哦，可能当时算起来拢有20，拢有2万几个人，2万几个人。所以啊，跩使徒啊，真无用咧应付跩初信主的人的代志啊，因着为因备办善俗的代志，也着搁训练因主的道理，因为耶稣讲啊，我所吩咐恁的跩道理，你着教伊遵行，教因跩初信人遵行。所以做栽培的工作，也是毋是一日半日有法通解决、有法通了的，可能是有比较长的时间啦。所以因伫遐忙得不可开交啦，因非常的无闲咯，来接待跩初信的人所以因就无想要去。检视主耶稣说，恁着去别个所在，但是因工作遮做要怎样去啊？放袂咧落放袂咧落啊！有的人可能因会心中讲：哎呀，阮伫耶路撒冷啊，已经传福音咯，真兴旺咯，阮感觉真满足咯，毋免阁去咯。因阮伫遮已经无用啊，较要掠落去阮哪有法通时间阁刷去别个所在啊？上后要负责遮个工作呢？所以因想要去结果也无机会要去，也行袂开可能因也是伫跩初信的人，因伫遮好的团契因伫遐彼此相听，有团密、甜蜜的交通伫遐祈祷赞美神，三甲用听神彼此的用饭，因要处因所需要的物件得到供应所以可能因说毋免阁去咯咱踮遮都真侪工作可能因会安尼想我们已经忙不过来了，可能因安尼想。但是相反的，神的时间会一到，因想毋走出去，也是无办法，也是困难。为什么？开始咱讲到，因想毋行，因想要行，可能也行袂去。但是因后来拄着一件代志，因毋行，也是固不将着行。为什么呢？因为患难逼迫临到因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第8章第1节咱是讲，对即日起到了即日呢，就是司提反被害的迄一日开始顺土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受逼迫。什么逼迫呢？就是来害因，来威胁因，来掠因，掠去关，掠去杀害、鞭拍，跩可能有跩发生所以跩信徒就着分散伫犹太全地，就着去到撒玛利亚逐个所在城市、大城小城去传福音。所以神的工作救人灵魂毋是局限伫即个小所在，毋是局限定伫耶路撒冷交即个圣殿附近这小所在。乃是更较远，更较远，一直向前进。
所以因着司提反的殉道被害，就推动了夜情子福音经济的工作。那么信徒因受逼迫，互人逼迫互人赶，互人禁止，互人威胁，掠去关，所以信徒的逼迫就逼到跩门徒就向外宣教，做宣教的工作咯。因为伫即个所在受到逼迫，不得不就离开即个所在咯。所以咱知影圣经有一句话讲伊讲人会受气，要成全上帝你的用美，是啥物意思呢？有时人真受气，跩信徒逼迫因、陷害因，但是人所犯的跩逼迫的代志，会成就神的美意，成就神的美意。为什么呢？许多所拄着的跩逼迫甲苦难都是出伫主的恩准内面出于神的许可的，为着要成全上帝的旨意，所以咱应该信主的人应该着学习消极的环境内面来看见上帝咱的主这个积极方面的旨意甲效果。在逼迫，在苦难，若毋是经过神的恩准无这项代志会发生。正亲像主耶稣伫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安尼讲若是恁的天父无恩准就是一只赤只鸟麻雀也袂落伫地上。你看觅呢？主耶稣，咱的上帝竟然眷顾赤只难道伊袂关怀伊的仆人、伊的囝儿吗？当然会。若毋是经过恩准，无这项代志会发生伫咱的身上。所以怎么讲的即句所以咱着学习伫消极的环境当中来看见上帝积极方面的效果，也是伊的美意、伊的旨意，甲神的荣耀。所以呢，许多拢分散伫即个犹太地区甲撒玛利亚逐个所在，跩分散伫犹太地区甲撒玛利亚地区的信徒跩是对倒落来呢？大部分是对外地来的信徒因为来到耶路撒冷，常常徛伫耶路撒冷的常住客常住的人口无偌济，但是聚集伫耶路撒冷的信徒，大部分是对各国来从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集中伫耶路撒冷这个所在。那么遮多的外来的信徒伫遮信主了后，诚说信徒教会信徒了后呢，那么因受到逼迫了后，因要怎样呢？是毋是诚做难民逃走了呢？无家可归了呢？毋是安尼。跩受逼迫的信徒分散，毋是当作难民，乃是当作上帝的传教士。因为因这出去了后，主要的目的就是主耶稣托因的大使命，恁着去来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当圣灵充满恁的时节，恁就要得到能力，并且伫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分散，才着逼迫到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发展直到地极。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人会受气，人会愤怒，要成全上帝的美意，成全上帝的用美。感谢主的恩典。那么圣经讲到跩分散出去的信徒啊，但是跩使徒却留在点伫耶路撒冷无离开啊，是毋是跩惊无受到逼迫呢？是毋是即12个使徒无受到患难呢？毋是安尼啊！因当年咱初看到即个彼得、约翰啊，掠去关。当年伊毋是关人，反而是信徒因拢要逼迫因。但是跩使徒啊，伊有真特别的责任。为虾米？因必须着留落来，因为头一项。圣经新约的圣经也无完全，教会若拄着啥物问题、属灵的代志问题，要问上啊，也无圣经通根据，只有靠跩甲耶稣三合做一个这3年半伫咧工作的时阵，因对主所得到的启示，因跩是权威性的启示。对主直接来的启示，因才有法通指导跩初期教会初信的人造就的材料，是权威性的，毋是随便外人跩初信人所毋知影的，也毋是外邦人，佫较毋是，也毋是有一家智慧的人，毋是，乃是12个使徒才有即个权威性的。所以因必须着留落来，因为无圣经通来指导因，只有靠着因。第2项呢是怎样呢？因为因跩留落伫耶路撒冷才有法人来指挥、来帮衬。一方面是要教导因，一方面要来叫跩受难的人同在，讨因一个安慰。所以使徒若是离开耶路撒冷，因就涉过走路去传福音咯。跩耶路撒冷跩初信的人拄着属灵的问题，要找上无得人找咯，因为使徒已经行咯，分散咯。所以因必须着仍然留伫耶路撒冷来做因的帮衬，一直到什么代志发生。一直到使徒，就是约翰的阿兄雅各被杀的时阵，被抬的时阵，跩使徒才分散伫逐个所在。那么信主的人信主的有一个人以外一个人。叫做扫罗，信主以前的这个扫罗就是后来信主了后的保罗。伊迄个时教会受逼迫的时阵，甚至司提反被抬的时阵扫罗少年的时阵也搁伫遐，伊咧斗相共看怀衫裤当伊司提反被害的时阵，伊也是伫遐。感觉真欢喜伊为做了一项善事，做了一项合乎神心意的好歹呢。但是伊毋知影，伊所做的乃是陷害逼迫教会，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耶稣会叫伊生效。所以咱信主毋难惊，咱受逼迫嘛，上逼迫人。是毋是有迄有权威、有权势人逼迫迄平民，逼迫迄信徒呢？因逼迫教会信徒，就是逼迫耶稣。逼迫耶稣的人，因着对耶稣负责。将来伫审判的时阵，上帝要向因生效，所以咱免惊。
求主带领帮赞啊。所以迄个时阵啊，扫罗啊，伫未信主的以前啊，伊就来残害教会啊，伊入去逐人的家庭啊，将迄少年家男女啊、大人因少年给掠去关家，驱散人咧聚会，甲你驱散因的聚会啊。伊啊，保罗啊，比怀法利赛人搁较激进，搁较剧烈的来反对教会啊。所以这个保罗啊，伊信主了后，伊感觉毋对啊。伊说，伫遮罪人当中啊，伊是最愧哦，就是歹人头啊，犯罪的头啊，伊是最得歹，就是罪魁祸首啊，罪魁祸首啊。所以神却后来改变伊的生命，诚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传教士，也是使徒。所以，伫为主啊写了真侪福音书，真侪书信，教会书信啊，建造真侪教会，伊诚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那么第二部分，咱要讲的是啥物呢？就是跩分散伫逐个所在去传道的跩人啊，因怎样分散呢？伊即搭举一个例。什么例呢？就是有一个人叫做腓利，腓利，伊就到倒呢，到撒玛利亚城去传耶稣基督。那么这个腓利腓利到底伊是什么人呢？伊伫耶稣领教会被选了，信主了真有追求而且有智慧、有圣灵的充满，所以耶路撒冷初期的教会当中拄着跩食色的问题的时阵因就选起7个人，那么腓利就是其中的一位所以圣经讲到腓利的时阵，伊讲有真侪人土鬼附着也怀疑土鬼附着的人就大声呼发，就对怀被附的人的身顶出来也有真侪破相的摆骹的都得到医治咯跩神力技术是为着要为这个腓利传信息的印证，来印证伊的信息是对的，是有权威性的用这个神力技术来做这个印证所以因伫遐传福音真兴旺真侪人信主真侪神力技术发生，所以这个腓利伫这个撒玛利亚城就有大欢喜大欢喜的意思就是，在信主的人得救了后，脱去了罪恶的捆绑、死亡的威胁了后，因内心有即个头放，得到真大的欢喜所以信主的人就愈来愈多了。那么其中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信了主开始是行邪术来趁钱的咱知影邪术伫旧约是无温存的但是伊信主了后就改变并且当彼得来到这个撒玛利亚来传道的时阵为因来祈祷圣灵充满因的时阵伊看到这个西门看到彼得约翰工人祈祷，圣灵就降临伊真意爱甲因有撒旦有即款的权柄，就摕钱要来买，向彼得买。我托你跩钱你将这个权柄工人祈祷就赐了权柄，圣灵就降临伫因的身顶，请你将这个权柄互我，我互你钱。彼得就责备伊，
则比西文讲，是圣灵的恩赐啊，毋是用金钱来买，但是神所赏赐的，按照圣灵的旨意来赏赐落来，所以叫做恩赐，恩典的赐落伫因的身上，互因有法人工作，有法人祈祷行神力奇事。这是因伫即个咧工作真兴的时节，真无闲的时节啊！伫即个撒玛利亚，即个非利伫遐工作大有成就啊！忽然间有一日非利圣灵感动伊就去曠野咧，为着一个人来传福音，那是长。互咱呢，可能咱会犹豫，神的带领是对啊毋对啊？到底对毋对呢？所以咱伫即个使徒行传第8章的第1节，咱就看去。25节8章25节，伊说使徒来见证主的道。并且断工就挖倒去耶路撒冷一路伫撒玛利亚有真侪乡村传扬福音，信主的人真侪。这是讲到彼得甲约翰去探访这个撒玛利亚城，为着在初信主的人祈祷，圣灵就降临，因伫遐大有欢喜，伫遐工作大有成就因就沿路倒去，沿路传福音。26节按讲，当非利伫遐工作真兴旺的时节，第6节讲26节伊讲有主的一个使者对非利讲：起来，向南行，往迄个耶路撒冷要到这个。到下撒的路顶去，伫迄个路迄条路是一个旷野的路，非利就起身去了。咱看这个非利真顺服圣灵的带领，伊即会听着神差派天使来甲伊讲说你着向南行来传福音。伊听去了后，就起身就行了。不料想袂到有一个埃提阿伯就是古实这个名埃提阿伯，就是当时的这个所在的名，伫北非洲伊利奥比亚的所在有一个人是对埃提阿伯来。是有大权柄的人这个人是大有权柄的太监，伊是一个太监。太监是受阉的人来服侍皇帝，是在公主咯，是皇后咯伫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求下管理银库，就是财政部长咯。伫即个皇家内面这个财政部长大有权柄的人伊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现在要倒去了，要发倒去因的国家咯。所以伊伫车顶呢，伫咧读一本先知的书。叫做以赛亚书圣灵就对非利讲伊伫坐伫马车内面，哪行哪读迄本以赛亚先知书的时节圣灵就对非利讲你去瓦郡迄趟车所以非利就走到太监遐去。是用走的，交马车咧赛跑就走去瓦郡太监的车。
听见伊咧念以赛亚书的册，就问伊讲：你所念的，你会明白袂？迄个回答哦，伊当然伊是伫用个拿走拿伫车内面向伊迄个太监讲话。你咧念一本册，你会明白袂？车内面的人就回答伊说：若无人教我要怎样会明白呢？所以伊说：无你起来起来车顶共我讲你看觅咧，伊就招非礼起来车顶，甲伊坐伊甲伊讲解释。伊所念的一段圣经就是讲到以赛亚，来讲到，伊说伊亲像羊被牵到被刣杀的地，又搁亲像羊羔伫剪门的人手中无声，伊也是这样无开喙。就讲到以赛亚53章迄个所在，讲到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将来伫新约的耶稣，伊亲像一只羊被人要掠去刣杀无喙来无讲话静静亲像一只真温顺的羊送款再讲第33，你讲到耶稣的时阵，伊讲伊卑微的时阵，人无按着公义审判伊上会知影说伊的世代呢，因迄个世代是啥物因为伊的生命对地顶要夺去了这歹人要将耶稣的生命夺去了。读到这圣经节的时阵太监自然袂明白但是非礼会明白，就向伊解释那么太监就对非礼讲：请问这个先知跩话是对上讲呢？指的是上是指着先知家己呢，还是有别人指着别人呢？非礼就开喙向伊解释圣经就是讲到耶稣，就传耶稣的福音，叫伊信主耶稣，所以听了会明白咯，所以圣经讲因伫咧马车向前进的时阵到了一个有水的所在太监就讲伊去看，伊一道有一窟的水伊说：我伫遮洗咧受浸，会做咧袂？有啥物妨碍呢？非礼就回答伊讲：伊说，你若是一心相信主耶稣就可以了。迄个人就回答，伊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囝。先回答伊的信心，伊相信耶稣是神的囝，是来到世间要拯救世人的。就讲了，因就伫遐受浸了，洗礼了那就对水来起来时阵，主的灵就将伊这个非礼带去了。再带去倒落，圣经无讲太监无搁再看到非礼了伊就欢欢喜喜行伊的路，倒去伊的国家。圣经最后一节第40节讲，后来有人看到伫一个所在叫做所多就拄着非礼，伊一面行一面传福音一直到该撒利亚这个所在去。所以伫即几则圣经内面互咱看见上帝叫人传福音，伊的旨意是啥物头一项呢，咱看到这个福音伫咧讲传的时阵对耶路撒冷一直咧到撒玛利亚直直传出去，看到圣灵伫咧做工。传福音若无圣灵咧做工，就袂看见美好的效果，人就无法通因信来得救。所以人得救是在乎运，
有圣灵的工作啊，凭着人的信，才有法人得救。所以对头，咱就看去圣灵伫咧工作。所以使徒行传啊，除了即个名，有个人称呼，应该是着圣灵的行传，因为圣灵对开始啊，教会成立就一直啊到今仔日，伫教会当中，伊所成就的工作，上帝带领，上帝感动，上帝赐灵了，上帝使人恩赐来服侍。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咱信主毋是靠咱家己，乃是靠圣灵，才有产生迄个力量。第二，甲恁讲讲，咱传福音的时阵啊，会拄着逼迫，拄着苦难，但是咱免惊。当咱拄着问题、拄着逼迫的时阵，上帝伫遐暗中保守看顾。主耶稣讲，若无经过上帝的恩准啊，就是一只赤只啊鸟蛙，袂对天顶落落来地顶啊，拢是经过主的恩准啊。既然是主的恩准，咱的苦难，咱跩消极的跩苦难问题啊，咱若是顺服，就成做上帝积极美好的效果，叫按照神的圣的旨意来成就上帝的美意，来荣耀神。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信主是因着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来重生咱。咱伫服侍做工的时阵，也着圣灵的带领、感动，甲圣灵的充满。咱伫患难当中拄着什么问题，圣灵也伫遐咧工作，伊伫咧做带领、安慰、宽勉、教导。所以，咱感谢主，咱就看起对这个使徒行传啊，福音就按照上帝的计划，对耶路撒冷一直向外扩展、扩展、扩展，有圣灵的同在甲带领。拄着困难咱免惊，有神甲咱同在。若无经过神的恩准，袂发生一项无好代志，袂发生伫咱的身上，正亲像对赤只啊一样。求神帮助咱，互咱勇敢，互咱有气力。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今仔日当阮读到使徒行传第6、第7、第8，教会受到逼迫的时阵，有困难的时阵，上帝你甲因同在，甚至有诶信徒听主、顺服主，一直来到牺牲因诶生命，为主来顺道，因拢无怨叹，并且为着跩对待因歹诶跩人，为因来祈祷。上帝伫人诶愤怒，要成做上帝诶荣美，上帝诶旨意，所以阮通放心服侍你，放心过伫地顶诶日子，有苦难，咱有神诶同在，有消极诶环境，要来成全上帝积极诶效果，甲伊诶旨意。所以，阮感谢主诶恩典，借着圣经诶启示，甲照亮，互阮诶亮光，来看起阮生命诶缺欠，甲生命诶软弱，毋是靠着家己，乃是靠着主诶恩典来行全面诶道路，来荣耀主诶圣名，一直到
迄个末日来到的时阵，本来你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